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攝影讀百 channel。呢 channel 將分享一啲攝影文化藝術技術，仲經常講相機嘅。唔講相機唔得啊，唔講相機冇人睇啊。有啲網友問我點解近排出啲相機片咁少？你不如問下點解啲相機公司近排出啲相機咁鬼少用我啦？真係啊 ！CP 拍時冇新相機，咁啊有網友提醒我，喂，咪有兩部啊 Canon 嘅呢個即係嗰啲未來相機，咪嗰啲唔賣得噶嘛，係咪？我講緊啲賣得噶嘛。OK， 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啲賣得嘅相機啦。OK， 點解要講呢段片咧？我發覺咧市場上咧有個相當奇怪嘅現象。點咩現象咧？竟然係喺啲流行榜裏邊一啲最貴嘅相機同啲最平嘅相機咧同時上榜，即係話咧大家已經追求啲唔係一啲話即係性能相當勁嘅高級相機連一啲性能相當冇乜性能嘅相機、相當平嘅相機都喺銷售榜嗰度上咗，真係相當奇怪啊！今日同大家講個 B&H 啊。OK， 總之呢一部幾千蚊美金嘅即係高級相機有人買得相當好，一部幾廿蚊嘅玩具機都買得好。我今日咧我就冇攞啲幾廿蚊嘅機俾大家睇啦。其實我樓上有一部嘅爛上樓朗啫嚇。咁我同大家講下呢個 B&H 啱啱公布嘅2026年3月份最暢銷嘅10部相機，第一位。Sony A7V 唔使問啦，新機啊嘛，新機當然係佢賣得好啲啦。Number one， 第二位你真係諗唔到嘅，係咪 Nikon？ 係咪 Sony 啦？唔係咪 Canon 咧？唔係，第二位竟然係柯達嘅呢部 Camera 乜鬼嘢啊？呢部柯達嘅一部低檔相機，竟然排第二位，平啊嘛，係咪？靚正就唔敢講啦，最緊要平。OK， 第三位。Canon EOS R6 Mark III， 大家有冇買呢部機？留言講下。第四位竟然仍然係 Fujifilm 嘅 X100嘅 6， 哇！呢部機為年幾啊？大家仲係上緊暢銷榜，真係啊！即係都唔一定算係飢餓行銷喎，真係賣得下喎。OK， 第五部就係呢個Canon嘅 PowerShot G7X Mark III，呢部相機咧就係點講啊？係一部sensor 細啲嘅一部即係咪傻瓜機啦？咁講大家可能唔明白，係我嘅年代嘅講法啦。總之一部即係連鏡相機啦一部 G7X Mark III， 總之一部你唔使裝鏡頭，亦都冇得換鏡頭嘅一部輕便相機啦。第六位。Ricoh GR4， 我 check 過啦，即係香港個價錢就而家係萬鬆啲嘅啫，11,000幾行貨，水貨就10000幾，但係呢個價錢咧，行貨價錢咧竟然同呢個英國買連埋20% VAT 嘅稅嘅價錢係一樣。即係差唔多啦，唔爭幾啦英國買貴幾百蚊港幣到啦，幾廿磅咁所以咧香港價錢其實都係偏高嘅即係話咧有跌嘅水位大家留意啦。但係部機真係好搶手第七位呢個 Ricoh GR4 嘅 Monochrome， 呢部機咧相當勁雖然我係唔推薦大家買呢部機嘅，唔好去搶啦。香港嘅價錢真係相當貴，唔單止。雖然係貴，但係喺世界上其他地區係平啲嘅。呢部機咧，就算喺啲歐美國家嗰啲中東地方聽講個訂單訂夠1年啦，1年內都唔夠貨，真係厲害部機第八位 Canon EOS R5 Mark II， 哇！呢部機都仍然係上到咁高哇！竟然 Nikon 呢次喺 B&H 冇份喎，嗰啲要出新機啦，冇辦法啦。B&H 咧唔係。即係點講唔係一個重要嘅指標，但喺美國上高咧，網上買相機咧都算一個重要嘅趨勢嘅參考嚟嘅。佢即係唔係全球嘅暢銷榜唔係美國嘅暢銷榜，都唔係日本嘅暢銷榜。佢即係代表呢間公司嗰個即係銷售比較多嘅，特別喺網上銷售比較多嘅現場喺 New York 嗰度咧，就我諗銷售同網上爭好遠啦咁屬於一啲玩家級嘅業餘級嘅一個即係一個
消費相機消費榜啦嚇，但係咧都可以有個參考價值嘅。即係你睇到而家咧，其實最暢銷嘅機咧係 A7呢個 5，但係咧第2位竟然係柯達嗰啲平到離晒譜嗰啲，真係傻瓜到離晒譜嘅傻瓜機嚇。即係攝咗部咁嘅機喺度，我想同大家講下，即係而家呢個世代咧，我哋即係影相唔一定係玩啲咩正嘢嘅嚇，我哋係可以係玩情懷啊，玩當玩具啊，買部咁嘅機仔玩下都會有嘅。咁我手頭上我俾大家睇下，我係有2部咁多啊。咁啊，anyway 呢啲都係個人嘅 collection 啫嚇。OK， 咁啊多謝同我安排啊嘅嗰啲家人屋企人啊，咁多謝佢哋啊。咁啊，另外一個趨勢咧，睇到呢個榜咧，整個榜裏邊咧，除咗部 Sony A7-7、EOS R6 Mark III 同埋呢個 EOS R5 Mark II 之外咧，其餘全部都唔可以換鏡頭嘅相機。嗱，證明乜嘢咧？證明嗰啲可以換鏡頭嘅發燒友買嘅相機咧，喺市場上已經唔係咁重要啦。即係嗰啲連鏡相機啊，即係嗰啲係即係嗰啲傻瓜機 compact 相機咧，回歸咗啦。即係起碼喺呢啲即係明星級嗰啲 GR 啊，或者係Fujifilm X100系列啊，呢啲明星級嘅機咧，就仍然有好大嘅市場需要。所以呢個 Canon 同 Nikon 係咪要諗下咧？真係啊！特別 Nikon 聽講蝕好多錢啦，係咪諗下應該出啲 gimmick 嘢咧？係咪 ？OK 嗱，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嘅第2位嗰部柯達嗰部機仔啊，超低解像度。我問過啲後生仔啦，喂，我哋今日年紀大嘅阿伯係唔明噶嘛？佢話俾我知，佢哋需要一啲唔好咁完美嘅相機，佢當係菲林效果。我真係想問佢點解追求呢啲低解像嘅相機？佢話呢嘅菲林效果，佢覺得菲林影嘅差喎，唔係㗎，菲林影嘅都可以好正㗎。不過你只係印象中，你當年睇翻你老豆或者阿爺嗰代嗰啲3R 相影到朦朦朧朧啊，曬相啲顏色又變啊，有時候走下光咁樣，你覺得菲林係咁樣？唔係，係嗰啲業餘級嗰啲渣嘅菲林相先係咁嘅啫。但係唔緊要，你要玩呢種情懷嘅話咧，咁啊平靚正幾廿蚊美金或者係幾百蚊港幣咧，就買到部超低解像度嘅玩具級嘅懷舊風格嘅相機。嗱，我俾個推薦大家，你唔好買柯達呢部啦，你索性去深水埗。OK， 深水埗咩咧？電子特賣城喺嗰度間唔中有啲數碼相機賣嘅，嗰啲真係咩牌子都唔重要，最緊要平啊嘛，幾廿蚊有交易㗎啦，買部機仔玩下啦，你哋咁啊嗰啲如果你係即係當影呢啲即係超低解像嘅情懷，幾廿蚊就搞掂㗎啦，唔好買啲即係1000幾百嗰啲啊，唔需要咁啊，另外咧即係講翻第1名啦Sony A7-7咧。A7V sorry 錯咗 A7V 咋，冇未 A7-7 7係 7 OK，Sony A7V 咧，佢即係始終係新機咧，佢個即係點講即係喺個普羅大眾個追求度一定係高啲嘅，高速連拍、專業對焦係咪全片幅性能？但係買到咁嘅價錢咧，我真係衷心講有其他選擇嘅，因為佢暫時價錢都係高嘅。喺香港嚟計咧，你嚟呢個Nikon 嘅 Z8 咧已經跌到咧同佢差唔多價錢㗎啦。Z8 係 professional 好多OK， 第3即係我想同大家講下咧，點解市場上發生呢樣嘢咧？同時出現咗高級機同埋嗰個平到玩具機，竟然喺 B&H 咧上咗榜嗰度，即係睇到咧而家嗰個相機嘅趨勢咧，已經係即係話咧，如果淨係純粹做啲專業級、高級玩家嘅生意咧，啲相機公司咧真係挺黑米㗎啦，真係要諗下一啲堅密嘢，即係吸收下一啲唔係買嚟影靚，亦唔係靚相，sorry，唔係買嚟影高質素相嘅用家，係一班買嚟純粹當玩具嘅用家，咁所以咧，Fujifilm嗰部哈弗咧，其實走中咗呢個位置嘅，可惜佢個叫價太高，5000幾蚊啊！你要啲後生仔點買啫？就算而家跌到3000幾蚊，都係唔係好多人買，都係嫌你貴啊！Fujifilm呢部機即係你減到3000幾蚊都係嫌你貴。咁啊，如果你跌翻落去柯達嗰啲1000零蚊嘅價錢咧，可能係有得諗下嘅咁啊，總之咧，而家啲高級相機咧，以呢次B&H 為例咧 ，A7V R6 Mark III R5 Mark II 啦，呢啲咁嘅機咧，仍然係有人用嘅，工作創作講效率講畫質咧，係仍然有需要嘅。但係問題咧，即係呢班人咧需要一部信得過嘅相機，但市場上咧仍然係有一班人咧係追求啲唔係要信得過，係最緊要玩情懷，同埋要佢即係
方便輕便，即係例如Ricoh GR 啦，玩情懷啦，加上佢真係方便啦，咁所以咧嗰啲機係仍然係吸引嘅。不過我到而家啲剎那都係講，你如果真係玩 Ricoh GR 嘅話咧，真係跌埋心水買傳統正經彩色嗰部，即係基本嗰部算數啦。Monochrome 第一相當貴係唔值得，我真係喺語重心長講。第二唔係靚好多㗎咋，靚少少㗎咋，冇乜需要嘅，其實真係冇乜所謂嘅啲嘢，唔好嘥啲咁嘅錢。加上喺後期創作，你做張黑白相會正好多啊！算啦嚇，呢啲係語重心長，唔啱啊！你喜歡買就買啦嚇，15,000幾啊嘛，係咪 ？OK， 咁總之咧，而家呢個年代咧買相機真係講感覺、講風格、講自己喜好就得㗎啦。完全要畫質最高嘅日子咧，就已經過去咗啦，即係有一班人仍然追求，但普羅大眾咧，而家買相機咧，都係一種即係情懷玩嘅啫嚇。咁所以咧，我真係希望衷心希望 Canon 你嗰部懷舊相機出得未咧？一部 AE1 嘅改良版係咪 RE1 咧出得未咧？我真係好想即係希望 Canon 出到呢部機。另外 Nikon 大家追緊你，究竟有冇 ZS？出咗 ZR， 我仲要追 ZS 真係衰啊！但係問題係咪一部平價啲嘅拍片唔使咁正嘅 Z 嘅平頂嘅相機咧？咁Nikon就睇下你自己點樣啦。咁總之咧，而家呢個市場上咧已經係即係開始咧就已經唔識分析㗎啦。點解咧？因為當你嗰啲即係講情懷嘅相機咧，已經係冇乜譜㗎啦。我哋呢啲咁嘅傳統人。即係傳統攝影人永遠都講啲性能啊，講呢個 spec 啊，講呢啲噶嘛，係咪？咁如果你真係彈到個市場完全需要嗰啲即係純粹玩情懷、玩外形嗰啲機咧，咁即係我哋真係唔識講啊！點解咧？因為捉唔到而家嘅潮流啊。OK， 咁其實呢段片咧就真係同大家透過 B&H 講解下而家外邊嗰個市場上係實際點樣，咁最後都係咁講啦。近排點解啲攝影片少咗咧？最大嘅原因係真係新相機完全死晒火，唔單止新相機冇，連新相機嘅傳聞都冇，即係以前咧出完相機久唔久有啲咩相機嘅傳聞，而家啲傳聞傳到成年幾兩年都出唔到嘅，真係停晒死晒火嘅，搞到啲講就算講相機傳聞都講到冇嘢好講嘅。你諗下，如果我再拍部片講呢個 Z9 Mark II， 你會唔會鬧我啊？或者我講呢個 Z7 Mark III， 你會唔會鬧我啊？喂，大佬傳咗好耐喎，點解仲未出咧？真係唔知點解啊！真係啊。OK， 咁呢條片分到此為止，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攝影獨白 channel。OK， 拜拜。就畫面上都買到我推薦嘅台灣出版正體中文攝影書，呢批書係我供應商啦，相當穩陣地喺台灣揀啲好書俾大家㗎。嗱，不學就無術，不學就無技術，睇書係相當重要嘅。我啲攝影都係靠睇書睇翻嚟嘅咋，唔睇書嘅話咧，你學唔到嘢嘅。OK， 嗱，呢批書咧個價錢咧同香港你市面上揾到嘅可能差唔多，上落差唔多，但係咧個好處就係香港買書相當困難。啲書局咧分佈又散，而且唔係成日有攝影書。但係問題咧，我台灣供應商咧上我睇到咧，你撳個掣，佢就幫你喺台灣買到，然後就一批 send 過嚟俾大家。運費相當昂貴，不過唔使你俾，你買3本佢就包運費，係啦，係咁爽噶啦，運費包埋俾你，即係話你好過自己搭車去揀咯，係咪？咁啊坦白講，要吸引你哋睇書，唔單止包你運費，買3本仲送一條 USB C to C 嘅1米咁長嘅 PD 供電線。嗱，而家買相機咧，絕大部分應該都係所有咁滯啦，都可以用 PD 去供電同埋充電嘅。我呢條但相機公司就唔會送條線俾你嘅，你始終要去買。但而家唔使買，同我買3本書就送條線俾你，你幾鬼抵咧？係咪？嗱，上嗰度買到我推薦嘅蔡司鏡頭紙，德國牌子，德國配方，講明咪德國做啦嚇。嗱，蔡司鏡頭紙咧係一個相當多攝影師、職業攝影師、高級玩家都用緊嘅鏡頭紙，特別係眼鏡鋪，你配靚眼鏡，啲高級眼鏡鋪都賣緊呢一隻蔡司鏡頭紙。佢好處就係佢係微濕，唔係濕得好緊要，可以好有效地咧抹乾淨你鏡頭上嗰啲手指印啊、油污咁樣。抹完之後咧好快乾咗不留水跡啊！呢個佢優點啊。當然你如果係太過濕嘅話咧，如果有少少水跡，你咪抹多次啦，好快可以乾嘅啫。嗱，相當正㗎。OK， 嗱，一盒200張仍然賣緊200蚊，係冇加到價嘅。一盒200張。係只係賣200蚊，即係平均1蚊一張。喺眼鏡鋪，香港眼鏡鋪買嘅大概係50張裝，都要80-90蚊到100蚊一盒。
即係大約2蚊一張。我哋而家200張只係賣200蚊，即係1蚊一張。運費啦 ，OK。運費喺台灣運過嚟相當貴，但係唔緊要，都係嗰句，買2盒就包你運費，即係免運費；買3盒就送一條爬山性相機帶，買4盒可以揀顏色添，即係相機帶揀顏色啊！鏡頭支頭透明嘅就冇得揀顏色嘅 ，OK， 即係白色啦，鏡頭支就 OK。嗱咁樣 OK， 嗱俾張相大家睇下，呢隻爬山性相機帶，徠卡嘅高層出新相機發佈會，佢都係用類似呢個款嘅爬山性相機帶，點解咧？佢嘅肯定靚仔啦，型啊嘛，咁所以咧，連徠卡原裝相機帶佢都唔用，都轉爬山性相機帶咧，幾鬼靚仔咧！當然佢我哋送嘅牌子同佢買嗰啲可能更加貴嘅，完全兩回事啦。我贈品嚟嘅咋，唔收你錢㗎，好嘛？上哥買到啦 ，OK，拜拜。